这选的鸦片哈，请总召肖瑞云。新历2年，第三队已经伫顶礼拜平安返来到中华，感谢侪侪部长、长职、会友对阮的关心、鼓励甲带导。伫这段时间，第三队员有真大的成长甲学习，甲当阮嘛是会晓互相勉励，继续牵条日子。第三队员伫今仔日也有参与伫青年主日的复赛当中。伫即边，阮第三队员的见证以文字的方式，整理做一本。目前嘛已经印几啊十本伫1楼的所在，是一本粉红仔色的，希望会当甲教会兄弟做伙来分享。这时，阮要用短短的时间，用一个影片来甲大家分享，伫7月初2到初8，阮伫欢乐所做的短选事工。举起这生的激情，这是那样。
放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顺着梦想起飞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不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脚步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你出发，你给我勇气，飞往那将美之地。那佳美之地，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。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早晨必欢呼，土地安定是一生之久。我信不住赞美，我领不住称谢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
生命。